透过主耶稣。来，请坐，是的，再袂记你，歹势，因为我阁想讲要阁听恁唱圣诗咧。哦，拄仔迄个是讲天顶碎粒金星，啊个王长老带迄个天国的花园，哈，咱拢是敢若迄碎蕊花，遐尼水，咱嘛敢若迄碎粒金星，光光照伫天。你看，咱今日伫在座的咱的兄弟，你若是咧做阿公阿嬷，你毋免歹势甲你的囝儿孙啊男咧唱歌，虽然咱的声实在无偌好听，因为咱的人年纪较大，声会较卑微起来。但是你做你勇敢甲唱出来，甲你的孙仔、囝儿安尼讲：天顶细细金星，光光照着天。啊，阿公的听，嘛敢若像主耶稣的听惜，来听咱的囝儿孙。透过咱的喙舌，咱讲一句话，你会互一个人，规世人感谢你；你也会当互一个人怨恨你一世人。咱要做啥物款人？来，咱家己选是头一种的，还是第二种的？头一种，咱拢意爱讲，咱诚侪真正透过咱的喙舌，会当讲出鼓励、祝福别人的人。咱会当透过咱喙舌，引带人来学乐敬拜上帝。咱拢意爱安尼，所以我今日咧讲，即个喙舌到底是要创啥？我实在是足惊讲道，坦白甲你讲，我毋茫讲我讲道我会当用唱歌安尼讲互恁听，我毋茫我的讲道会当透过我安尼弹琴、下琴，还是甲大家合唱，唱互恁听。迄讲道，就袂安尼，有时话语伤侪懒散。因为咱真正要讲上帝的话是，咱爱敬虔、爱小心。所以，咱透过诗歌呢，你甲咱鼓励讲，咱的细细喙舌，今年咧写讲，咱的喙舌，甲雅各书咧写讲，咱的喙舌有可能咱像一支番仔火点落会甲一片厝内烧了了，是搁较大。所以想，咱一句话出来，咱可能会伤人一世人。所以小心，咱来小心，咱来甲主讲，感谢主，互我有即个喙舌，互我有即个会当学乐，会当鼓励，会当彼此讲疼的话，讲真理的话，来互相做伙活伫即个世代，也会当因为安尼，透过咱的学乐，透过咱的鼓励，互咱诚侪和平的人。你有意来做和平的人无？有无？有吼。好，安尼我阁请咱的诗班过来唱一首诗歌。因要唱的是咱这个时代祈祷。我相信咱每一位，咱活伫这个现今的时代，特别咱活伫台北市的，检体咱兄弟有诶，毋是住伫台北市的，特别是住一个大都会中间，咱的目睭甲咱的耳孔所听到的，检体会影响着咱的心灵。但是咱就爱会记上帝要互咱的心灵得到安慰，所以咱就爱去听好的、水的声音。这个声音包括透过咱的喙舌来讲鼓励话，也包括透过世代的作曲家来写真水的音乐，透过诗人甲作词者。
因的祈祷写出这诗篇，这个时代的祈祷。请范老师甲迄歌词读一摆，好无？大概意思哈。不过伊台语袂认懂，所以我讲互恁听好了哈。伊讲台语安尼讲，阮当恳求主啊，请医好阮的国家，有需要无？有无？有需要哦。咱真正诚心来恳求上帝，来医好咱所徛起这片土地，来医治咱所有的引带咱的这政治的人物，以得到咱这个国家，互上帝的祝福的面。慈悲的上帝，赐阮有勇气，互阮有平安，互阮有勇气活伫这个世间。虽然会拄着遭难灾害，但是阮犹原倚靠你，互阮有平安。邪恶的势力真猖狂，但是阮犹原恳求上帝，伫这个摇拽的所在，你的疼无变，你的祝福也无变。永远的天父，求你使我有勇气。咱是这个世代祈祷，他对这个诗歌，伊是唱中文，但是拍出来是台语，所以你能看顶头听因唱哈。Sing, I lift you up.
咱若要甲正人和睦，咱的喙舌真正爱常常去想，就是安尼想法。当咱要讲出一句话时，咱先想看觅，先祈祷看觅，看即句话出来到底是感谢、祝福、鼓励、欢乐，抑是诽谤、懒散。咱拢爱遮小心一句话，尤其是当咱的情绪无真好势时，咱的喙舌可能会因为咱的情绪讲出无真好势的话。这个时阵，咱一定爱去想到，主耶稣咧甲咱讲：“我是谦卑温和。”若面对